廣州可以玩足一日嘅5個室內場館，全部免費免預約，點個愛心收藏起嚟，週末就出發。一、白鵝潭大灣區藝術中心，廣州文化新地標，含美術館、文學館、非遺館3館合一，超好玩，留一日都唔悶。二、廣州圖書館，9層超大空間，100萬藏書落地窗景，自習座位多，可以安靜踎一日。逢周三閉館，唔好撲空。三、廣州城市規劃展覽中心，免費4A 級展館，可以體驗虛擬實境互動同4D 電影，仲有大量廣州特色展品展覽，人少好玩。四、正佳廣場，地鐵連朗直達，防雨又避暑，商場入面藏住海洋館，雨林秘境同異次元，行街食嘢打卡一站式搞掂。五、4A 級免費中醫藥博物館，神農草堂，依山而建嘅嶺南園林，古韻十足，人少好影，仲可以學嘢。